Hello，係 Yanny。咁上一期咧就同大家分享咗我自己一啲排濕寒健脾胃嘅一啲小方法，未睇嘅一啲朋友可以睇翻上次一個視頻。咁今日咧我就繼續同大家分享30歲之後女生需要去注意嘅一方面，就係我哋嘅肝同埋腎。咁過咗30歲之後，其實有啲女生咧就會發現我哋嘅一個面色又開始蠟黃，有啲問題出現啦，又或者係我哋嘅頭髮好似冇以前咁有光澤喎，甚至有啲朋友開始有啲甩髮嘅問題。同時捱完嘢之後，可能要恢復翻，又需要2到3日嘅時間。咁傳統嘅中醫養食入邊，其實好講究內調外養嘅。30歲之後，女生嘅一個面容啊，同埋髮絲啊，其實表面睇咧就係同我哋嘅氣血有關，但係實際上咧更加密切相關嘅係我哋嘅肝同埋腎。咁今日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自己過咗30歲之後，我覺得一個好有用嘅一個小習慣，就係每日飯後之後咧去食幾粒黑豆。咁我自己喺選擇上面咧就會盡量去揀一啲無添加同埋一個品質好嘅一個黑豆，而且揀醋拍黑豆嘅時候有幾個點大家需要去注意嘅。第一個就係我哋需要去揾一個黑豆係經過炒過嘅。咁第二點就係一個黑豆入邊要係盡量揀一啲綠心嘅黑豆。咁最後咧先用醋去浸泡。基本上每一日晚飯之後，我自己咧就會食幾粒，大概就係5到10粒左右。食嘅時間咧，盡量控制喺5點到7點呢一段時間。但係經期嘅話咧，就稍微暫停一下，跟住過完經期之後，我哋可以重新再食嘅。以前嚟講，我就會覺得養生一定要用啲好複雜嘅方法，但係到最尾落嚟，其實會覺得真正可以堅持落嚟嘅都係一啲細微嘅習慣，就好似食呢一個醋拍黑豆一樣。完全係一啲都唔辛苦，每一日食幾粒就 OK。咁通過呢啲少少嘅選擇，少少嘅一啲養生嘅行為，其實最尾慢慢累積就會變成一個更加好嘅狀態。咁呢一個呢，亦都係我30歲之後到而家一直保持嘅一個少少嘅養生習慣。好啦，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咁下次我亦都會繼續分享一啲我自己養生嘅小習慣。我哋下次見啦，拜拜。